開始。再提一次，打個樁就等於我哋黐手嘅距離，黐手距離點樣移都係黐手嘅距離。OK， 保持住呢度。咁而家第一階段都係我哋練黐手嘅無人樁。首先係度位，二字鉗兩馬，底拳，中線底拳，然之後立頸手，撇隻腳埋嚟，立頸，護手，綁手 ，OK， 轉馬，攤，轉馬，轉腰馬 ，OK， 馬步，間落，抹手。攤綁，護住，轉身，逼步，封腰，間手，抹手，捆手 ，OK， 尋手馬 ，OK， 落，托，收，跟住到右手，右手底拳。左手底拳，立手、護手、綁手，記住弧度上，攤掌、立、捆手，走埋嚟都一樣弧度，得唔得？抹手、捆手。OK， 要練好個動作，封腰就係捆，要發到力，係一段，一段 ，OK， 得唔得？明啦，要練下，多謝。